去年第四季的 GDP 是12.68%，另外去年规年的经济成长率8.63%，是创15年来上悬的纪录。美国总统川普按正30要公布联准会后一届主席人选，其中前理事华许的声势上悬。今麦介绍大起，印度人也是照买，去年进口量阁创新纪录，今年可能会买愈多。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美国联准会主席是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选出来的。一届任期就是4年，也现任的主席鲍尔伫咧今年5月，伊的任期就满。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拢真希望讲联准会会当大幅度来降利息，也这正就互川普有机会会当提名支持家己立场的人。这名单是按算伫咧美东时间30就会公告。根据媒体的报道，伫咧名单顶悬的4个人，分别是现任的联准会理事华勒、全球规模上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高层主管瑞德。前联准会理事华许，阁有白宫经济顾问哈瑟特，也目前这华许的声势上悬。伊之前捌公开主张讲爱调降利率，也这嘛是川普上想要看到结果。不过，无论是啥人互川普提名，拢爱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所以最后到底结果会安怎，即摆也是讲袂准。美国联准会 FED 主席鲍尔的任期，就要伫今年5月中到期。对川普政府真侪摆要求降利息 ，FED 伫2月宣布维持利率无改变。鲍尔强调联准会的独立性是真重要，但对于刷落来继任的人选，伊是拒绝讨论，敢若讲出卖对政治的建议。对这美国总统川普讲，会伫美东时间30早起宣布 FED 主席刷落来是啥。And I'll be naming the Fed tomorrow morning. I've chosen a very good person to head the Fed. I'll be putting that out tomorrow morning.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川普目前上尾名单有4个候选人，分别是前联准会理事华许、川普伫2020年任命的现任联准会理事华勒、贝莱德集团的高层瑞德和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外国媒体表示讲，川普已经和华许和瑞德这2个上尾入选的人选来会面，分析川普的话。外界拢认为华许来接的可能性上悬。前进川普的消息人士表示讲，华许实际上已经得到川普的点头，就连各大报销网站开的搅拌内面，下注华许变作继任人选的几率已经超过80%。Just an outstanding person, and a person that won't be too surprising to peopl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is is somebody that could have been there a few years ago. It's going to be somebody that is very respected, somebody that's known to everybody in the financial world. 今年55岁华许，捌是2006年到2011年联准会理事。伊最近几个月立场和川普会使讲拢相共，拢公开主张调降利率。另外，现任联准会理事华勒对这摆联准会袂降利息的决定，一直拢是反对意见。伊是联准会内面第一个对经济角度认为讲有必要来降利息的理事。伊表示讲关税袂造成通膨，美国的经济需要制裁，因为安尼出现2025年降利息的决策。另外，贝莱德集团的高层瑞德是因为无做过公职，嘛无入去联准会做过工课，外界认为讲，若是选伊接任，有可能变作联准会的清流。另外，北京的经济顾问哈塞特是一个经济学家，嘛一直坚定支持川普包括关税和打击移民的真侪政策。但是川普嘛捌表示讲，更较希望哈塞特会当继续来做目前的职务，互外界认为讲，伊尚无可能来接。公司新闻单期东边约。主计总处公布去年第4季的 GDP 是12.68%，这是38年来高一季上悬的纪录。主要是因为咱的出口表现了真好，这也带动咱去年规年的经济成长率来到8.63%，创15年来上悬的纪录。这嘛比韩国、新加坡、香港搁较悬。去年顶半年，台湾经过美国对顶关税影响，出口的量有减少。不过到下半年，台湾的外销毋但无减少，电脑还阁持续成长。根据主计总处30公布，台湾去年第4季 GDP 预估是12.68%，创下38年来高一季的新高。第4季蛮明显的就是车市恢复，
车市是在后来有加码减征货物税嘛，9月份开始实施的，那它有那个效果出来。拜 AI 蓬勃发展所赐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晶片的出口，在 AI 伺服器的出口，远远的出乎我们的预期。出口本来就占我们的整个 GDP 的组成是最大的一部分，那又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成长，所以当然就整个拉抬了我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台湾从去年开始，为第一季的 GDP 5.54%，了后每一季拢有成长。去年第4季有到10%以上。观察去年韩国 GDP 是1%，香港3.5%，新加坡4.8%，然后台湾是8.63%，创下15年来新高。根据进前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若是以全球50大经济体的 GDP 来估算，第头名的是美国，过来是中国、德国、日本甲印度，然后台湾是排22名。观察国内研究机构对台湾今年 GDP 的预测，嘛拢伫咧4%以上。税率是比预期中来的好，而且跟世界各国的竞争差距又在进一步的拉近。在2025年，那我们面对对等关税受到伤害的这些产业，那在现在2026年，它可以重新再找回它出口动能很重要的原因。学者认为讲，台湾今年 GDP 有可能会当保持，除了关税确定、无确定性的因素消除，加上其他的国家拢需要台湾的晶片甲 AI 服务器，唔但带动外销的表现，嘛促进台湾 GDP 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委内瑞拉29通过石油和天然气改革法案，放令石油产业的限制，允准外国企业来挖石油、买石油。这么互外界当作是回应美国的要求。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表示讲会开放委内瑞拉天顶所有的商用空隙，美国的公民真紧就会当踏起委内瑞拉的土地，因为即马遐真安全。委内瑞拉国会议长何希也是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大兄，伫表决了宣布石油甲天然气修正案正式通过。石油产业投资限制伫委内瑞拉已经实行20年，将国营事业转做私有化，毋但是准外国的私人企业开采石油，也可以让自由卖。这是前总统马杜罗和美国掠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宣誓就职了，回应美国要求所通过法案。del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Donald Trump, y de su secretario de Estado, Marco Rubio, donde se informa que en el marco de la agenda de trabajo de la cual hemos conversado y hablado, estamos dando pasos importantes. Y estamos hablando de que cesen las restricciones en el espacio aéreo comercial de Venezuela. Que vengan todas las aerolíneas que tengan que venir. Que vengan los inversionistas que tengan que venir. Hoy nosotros también recibimos, como hemos estado recibiendo estos días, empresas transnacionales, petroleras, de Europa, de Asia. 美国航空公司也宣布，计划要恢复飞委内瑞拉的航班。川普讲，甲委内瑞拉关系正紧密，怎么行伫委内瑞拉的几啊路，拢看到有人伫咧美国国旗。或伫美國邁阿密的小委內瑞拉社區民眾正激動。American citizens will be very shortly able to go to Venezuela, and they'll be safe there. It's under very strong control, and the people of formerly of Venezuela, some want to go back, and some want to go back to visit, and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川普講，長期攏依靠委內瑞拉進口石油的古巴，將會對美國的安全甲外交政策造成重大威脅，所以佫再簽一項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若是直接或者是間接賣或者是提供石油予古巴的國家，攏會予美國國家扣關稅。公司新聞深入批編譯。羅西亞甲烏克蘭現處時攏受寒流的影響，零基機。美國總統川普講，已經說服羅西亞的總統普丁暫時莫攻擊烏克蘭，停火1禮拜，尤其是針對能源設施。美國總統川普伫內閣會議頂頭講，俄烏即馬面對着破紀錄的低溫，伊親身敲電話予普丁，要求羅西亞伫咧即禮拜暫時莫拍烏克蘭。川普講，普丁已經同意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隨發表談話，感謝美國催潮，嘛講即屆停火對着修理歹去的能源設施是介重要，啊毋過效果愛擱觀察。They're being hit with proportionately the kind of cold that we're being hit. It's much colder in Ukraine to start off with. But it's really cold now, and he agreed to do that. We appreciated that very much.
Дякую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за зусилля, щоб в цей час зупинити удар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і сподіваємось, що Америці вдасться це.这波寒流，互原本就已经欠电的几乎是准破偏具对头风，真侪公寓烧气拢已经无啊，厝内面是光甲死准。未来这几天低温会来到摄氏零下24度，当地志工是袂惊寒，继续发烧乎乎的食物互民众食。志工讲，希望互寒冷的天会当感受到温暖。Щоб він тебе зігрівав. І коли ти будеш його мати, цей вогник, він буде зігрівати оточуючих навколо тебе. Це дійсно працює. 美国甲乌克兰是正面回应，啊，毋过克林姆林宫发言人面对这件代志，伊是无要回应，干那讲罗欧按算伫2月初1伫阿布达比会举行新一轮的会谈。Там будут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до дня встречи, до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будут модальности согласовываться, ч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по сути это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т. 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сделают так,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дел. 虽然这摆因为天气无好，暂时休兵，啊，毋过敢做会到，大家也毋知。伫咧零下低温的考验之下，任何形式的停火对着乌克兰的兵民来讲，拢是一线的生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国甲丹麦因为过零人的问题拍歹关系，伫咧美国加州就有一个互人号做丹麦村的城市，这居民就按算要集会来表达对即件代志的关心。做伙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现场的报道。对洛杉矶塞车2点外钟就当到位的索福航，因为这正有丹麦庄卡乡镇的风情，真侪来这游客拢把这叫做丹麦村。这毋那是每年有500万游客来这耍，也是高素质而且市政机能正较全的小型住地城市。In 1911, Danish settlers came to this area and established a community called Solvang, meaning sunny fields. They started a college and they built up the community with the Danish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s. And we've continued that throughout the years, well over 100 years now. 美国甲丹麦本来行正话，不过即马因为格陵兰的争端，和美国的丹麦下甲这座平静的小镇，拢牵发入去万里之外的地缘政治风波。I know they're talking about it. There's going to be a gathering in the park this weekend about it. A lot of the Danes are going to gather and show their support for Greenland and Denmark. We already have an American air base up on Greenland, and they're just going to expand that. And we know that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Denmark will never give up Greenland. 不过，伫咧南加州州乡的这个丹麦小镇，依然希望美国甲丹麦两个国家有关格陵兰主权的争执会当赶紧结束。I hope that we do, and we will endeavor to keep those strong relations and always be friendly and welcoming of not only those from Denmark, but thos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globe that come and visit Solvang. 公司国际记者张翰、宋晓云，美国索福航采访报道。英国首相史凯尔访问中国，双方签10项协议，除了中国要提供英国人30日免签证的优惠，另外英国的制药大厂 AZ 嘛答应要伫中国投资150亿美金。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就警告啊，伊讲甲中国做生意是非常危险。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8 years that a British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here on Chinese soil. 前日刚伫北京会晤习近平甲李强了后，英国首相史凯尼30参加英中上的论坛。英国政府进前无顾各界强烈反对，为中国伫伦敦的市中心兴建新的大型大使馆，互通过，并有向中国释出善意。这抓去中国也正做英中两国展开接触的关键起点。I'd like to echo a Chinese phrase: pursue common goals whilst reserving differences. 习近平甲史凯尼29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相见。中国官媒宣布，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全面战略友好关系，会当讲是延续2015年卡梅隆访问中国的时阵所建立的全球全面战略友好关系。英国方面嘛宣布，中国甲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为10%降到5%。3点钟峰会甲午餐，两个人伫讲卡球莎士比亚，会谈同时嘛包含安全议题、陆欧战争甲人权的
问题。为了填补8年高层交流中断的空隙，营长双方互送大礼物。中国单方面提供英国公民30天免签。英国最后头人阿斯迪杰利康 AZ 嘛承诺2030年前伫中国投资150亿美金，扩大药品的生产甲研发。除了元首的会面，营长的贸易官员甲经贸团队嘛伫双方会谈了后签署10项协议。学者分析，史凯尼这段已经带来具体的成果。伊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脚步来中国，想要伫这个动乱的时期，改善甲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关系，为英国的经济带来新的可能。European countries are now in a geopolitical quandar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predictable and not being particularly friendly, and that's changed everything. So they have to not pivot, I think that's too strong, but they definitely have to diversify. 结束中国的访问，史凯尼31要转去日本，这原来是伊上任了后头一届去日本访问。史凯尼要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确认英日伫经济甲防务领域的合作。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全世界上介意买金马的国家，头一名是中国，过来就是印度啊。无论是生日、结婚，还是过节、宗教庆典等等，大大小小活动，印度人拢会想要买金马。就算即摆这金马的价钱是愈起愈凶，国际金价已经超过5500块美金啊！印度也是酷买，甚至伫咧旧年，也就是2005年，这金马的进口量阁比前年较济，增加1.6%，创历来上悬的纪录。毋过，印度开大把钱来买金马，嘛引发贸易逆差，阁有钱可能遍布的风险。对此，因的官方是可能会透过扣较悬的关税来应对。实到这金马伫咧印度市场的价销是百面的千国较悬。来看全球上爱买金马的民族，一个是华人，另外一个就是印度人。对因个人的喜庆节目，一直到较大的文化和宗教庆典，印度人拢会当找出理由，一定爱买黄金。जब से मेरी शादी हुई जब से गोल्ड ही पहन रही हूँ मैं। अभी मैंने गोल्ड की चेन खरीदी है 3.5 तोले की। हाँ, अभी मैं रिंग लेने के लिए आई हूँ और गोल्ड खरीदना मुझे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गोल्ड खरीदने में और गोल्ड लेने में आपको क्या फायदा नजर आता है, क्या बेनिफिट? नहीं, फायदा बेनिफिट कुछ नहीं है, मुझे पहनना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去年开始，在美债风险升悬、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的这种气氛的带动之下，黄金是敢若抛物线起到有够凶。最近阁是连续9个交易日，价销是一天比一天阁较悬，而到是冲起伫每盎司要5600美金的天价。印度的黄金和白银的消费，在全球市场是第2名和第1名，而且是完全靠进口。去年规年黄金的进口量就比前一年增加1.6%，来到589亿美金的规模。白银的进口数量是大起44%，来到92亿美金，两个拢创历史新高。换算起来，去年1/10的外汇存底拢贡献予黄金、白银，这嘛引发贸易逆差和卢比落大的走心。暗算印度政府会提出高关税措施来应用。若是安尼，黄金伫印度市场的售价，未来是一定会搁较悬。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东京国际珠宝展最近是因为金马价销大起，有愈来愈侪人拢开始咧买珠宝、看珠宝来做保值的资产。不过，这金马也是同款真抢市。会场内底车车滚，一档一届的东京国际珠宝展伫东京大都会展览馆举行。因为全球经济无确定性增加，金价甲银价为年初以来一直起，互会场成做高价值资产的一扇地。真侪过去毋捌参与金市的民众，伫媒体关注甲避险心理的带动下，纷纷将珠宝当作资产管理的一部分。主办单位指出，今年黄金贵话的买气真热，反映民众对实体资产的强烈依赖。地金が高騰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意味でいうと資産価値が非常に高いものが集まっている展示会にもなってますので、特に地金をお扱いの業者様のところには多くの来場者さんが集まったりとか、資産運用だったりとか資産を守っていくっていう観点でも今まで以上に地金そしてジュエリーの存在感というのが増し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ます。业者观察发现，由于消费者普遍预期价销会一直起去，出现爱伫起价前先买心理压力，互开业头一天的买卖创下佳绩。珠宝业界嘛明显感受到，伫股市甲房地产降步起的背景下，民众对实体黄金的兴趣明显增加，产业整体有兴起来的趋势。此外，下境电商甲直播炸货兴起，嘛改变传统的珠宝交易模式。My clients are more
they think a lot more now before they buy. Before, if it's less than $1,000, they just buy. Now, they have to think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t's not just like an instant sale, unlike before. 虽然市场真热，不过对专业采购商来讲，成本压力已经需要重视。一个长期伫日本采购的美国直播主讲，甲去年9月比起来，一寡珠宝的价销已经起3成到4成。虽然亚洲伫劳动力成本永远比美国较优势，不过面对遐尼大的价差，买流客户的反应转向保守，采购行为为看到就买，变做水分清责任。 どんどんなんて値上がりしてるので、もう2、3年前に買ったのが倍とかになってるので、もうどんどん手に入れられなくなってきちゃって、そうですね、なんかすごい。 这场结合时尚甲理财的盛会，正做观察全球贵金属行情甲消费心理的最佳方向球。伫通货量上的压力下，这类有资产保值性的实体珠宝，未来会继续成全球投资人的目光。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国家太空中心甲法国在台协会合作举办2天的太空主题创新比赛，参赛者要以太空国防安全、卫星信号治安等议题来设计会当发展做商业模式的方案。若赢的队伍就会当代表台湾去法国参加决赛。 小组的成员是专心讨论安怎建构一个关于太空国防安全的方案。若是拄到困难，阁会当当场和专家来请教。这个小组的成员是对机械这领域来的，因对太空科技是充满热情，才来报名。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然后政府在国防的预算上面都投入非常的多，军工跟现在很红的无人机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个比赛是欧洲太空总署和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做伙创办的比赛，为了培育台湾太空产业发展的人才，国家太空中心和法国在台协会合作举办台湾站的初赛，和参赛队伍是较有兴趣的太空科技的主题，设计有可行性、商业发展性的方案，到队伍开发维持信号传送的主要方案。主要想要做就是从地面接收站到卫星的一套安全防护平台，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设计出一套流程。训练之后，你未来可以投入太空相关的产业，那当做台湾太空产业里面的一个新血。事实上，台湾和法国在太空产业的发展上有真侪合作。国家太空中心指出讲，这些时阵参赛者会当使用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的宝贵维持数据和技术资源。我们跟法国第一次比较有深入的交流，大概是在1999年。那我们的福卫2号是由法国的厂商承制。I know that what you are going to provide will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 source of pride for Taiwan. 今年度的比赛有超过66个城市，4500以上的参与者来参赛。国家太空中心表示讲，初赛赢的队伍按照4月初会到法国来参加决赛。得冠军的队伍会当得到技术的辅导，阁会当摕到创业资金，投身太空产业内面，嘛替台湾的太空产业的发展来验证。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电竞比赛，大家的门票拢是卖甲下叫。讲到韩国的电竞产业是发展了真早，这职业选手的待遇嘛拢真好。即摆这电竞产业嘛成做新的市场，来看比赛的人，甚至是比看戏剧的人搁较侪。小年市中心的比赛场，看人排正长，准备摕票入场。买上过这组乌燕的票据，为家己支持的队员加油。 고등학교 때 친구들이 롤을 추천해줘가지고 보다가 MSI 때 재밌어서 보기 시작했어요. 일단 기회가 되면 다 올 것 같은데 그래도 대학교 개강하기 전까지는 계속 오지 않을까 싶어요. 除了本地民众，有人为海外过来。 For me,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port because there is so many skills that you need. 南韩为9年代尾，电脑甲网络设施真普遍。2009年，大成伫美国上市，用组队来攻破对方基地的网络游戏英雄联盟，伫南韩上市了后真受欢迎，佮快速发展成职业联赛 LCK。目前南韩已经有10队，不过要进入电竞界，爱克服家长对囡仔耍网络游戏的沉迷、调调，还是破坏人格的看法。 최고 직종까지 올라갈 수 있는 면접을 저희 어머니가 그 면접을 컴퓨터를 꺼버리셔가지고 이제 제 아마추어 대회에서 상금이 한 200만 원 정도 됐던 대회가 있었는데 그거를 이제 부모님한테 다 드리면서 이제 그때부터 저를 좀 믿어주신 것 같습니다.
为着让家己的职业生涯保持上好，选手拢会养成规律个高强度训练的日常生活。 일어나서 오후 1시부터 4시 정도까지 이제 팀 연습을 하고 이제 7시부터 10시 정도까지 또 팀 연습을 하고 10시 이후에는 약간 저녁 식사하고 또 새벽까지 개인 연습을 하고 残酷竞争带动电竞发展，南韩电竞的高峰收视人数已经可以达到600万人，远胜许多韩剧，市场规模更是超过新台币60亿元，成为不可轻忽的新南海。 以上是公视国际记者杨建豪在南韩首尔所做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后礼拜一再会。